来看台南稻仔一季作进前咧结穗的时阵，当着落大雨、称高温，造成真侪山区拢出现稻热病，影响着收成。因那伫咧东山区的菜瓜嘛，敢若是因为气候出现损失，农业局着呼吁农民爱赶紧来通报灾损。这是台南后壁区青吟吟的稻仔田，不过斟酌看，这寡差不多过20日就会当采收的稻仔，所出现白穗的问题。部分的田无遐严重，白穗较少，有的煞是一大片。而且毋若伫后壁区，包括关田、下营、新市等等的所在，拢有烧伤的情形。那讲迄阵落遐雨影响啊，较慢的就无，较慢的就无着白穗啊，气候，那就气候性的。白穗都袂管巴掌，都变风炮弹啊，一冬无两季无播啊，就今年那就培分掠较强啊。一个是稻热病，还有一个是恶化敏虫咬的也会这样。可是现在目前田间看起来几乎都是稻热病。那今年稻热病比较严重，我是觉得说跟气候也有关系，因为今年气候热不够热，凉不够凉，其实这个就是最适合稻热病发生的时候。初步调查评估有头1成到3成的损失了吼，因为水稻已经不适用天然灾害救助吼，回归水稻保险了吼。看材料发现特殊白穗的原因，可能就是稻穗热病，造成稻穗内底无肉。台南11号是内底上界严重的品种，平均稻穗超过2成栽损。即马有民代要求农业署看灾，希望厘清台南一季作稻穗热灾情。另外，东山区嘛出现菜瓜受损的情形，当地农民怀疑甲气候有关系。一般是气候那个温差太大，所以丝瓜产量差啊。如果太热的话，它就比较没有办法采收了。就是它结果率就会变得更差。这时候应该是产量最高的时候啊。结果今年还不到1-2成啊。对啊。东山菜瓜的农损情况，目前要等公所调查了后再来统计。台南市农业局呼吁农民若有灾损，要赶紧通报。因若稻仔受损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，嘛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启动稻仔保险理赔的作业，让农民会当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